尊敬的蒙古国财经大学全体师生，至此贵校建校100周年之际，我校谨向贵校全校师生员工致以最诚挚、最热烈的祝贺。100年来，贵校始终坚持教育创新，不断进行教育教学改革，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今天，贵校迎来了建校100周年的历史时刻，这是对过去成就的庆祝，也是对未来发展的展望。2015年以来，宁波财经大学与贵校真挚合作，密切交流，彼此信任，相互支持，双方就师生互访、联合科研项目和学术交流活动、培养高层次人才等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通过合作，贵校不仅为我校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，还促进了师生交流和学术合作，进一步推动了我校教育对外开放的进程。至此机会，谨向贵校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希望两校在今后的岁月中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，推动实现更宽领域、更深层次、更高水平的合作，促进共赢发展，为两国的经贸合作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。最后，衷心祝愿贵校继续发扬光荣传统，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，再创辉煌。谢谢。